今年第一波境外空污对内蒙古来，防备线伫咧昨下晡高架站上界严重，也拜四下阁有新一波防备线来到地。也讲到天气受到东北季风影响，拜六透早中部以北这个气温有可能会降到13度。过去伫春天才出现的中国山尘暴，今年煞伫秋冬提早到台湾。今年空污季就安尼开始，环境部监测伫拜日下晡到暗时影响上明显。桃园的观音测站上悬浓度到每立方公尺174微克，是感觉是提前顶级，而且即马慢慢向中南部山顶动。观测到内蒙古那边，就是还有慢慢在逐渐有沙尘现象的一个发展，大概明天的下午到晚上，可能会逐渐影响到我们台湾。另外，环境部目前阁监测到内蒙古的测站 PM10浓度降到3000微克左右，会对东北季风拜四下晡到位，按算影响一日。环境部指出，一礼拜之内出现2摆，而且是第一摆甲第二摆，确实是真少看到。在一周会有2波，这个的确在过去我们也比较少遇到。不过，当然这个部分就会因为现在气候变迁的状况，其实已经跟过去已经不太一样。我们会关注当地的发展。天气方面，拜三全台这份好天，暗过暗时开始，南部、东南部水气增加，拜四规天可能有雨，因为一直受东北季风影响，温度依然偏低。气象署提醒中部以北甲宜兰，气温也会继续降低。我们预计在礼拜六的清晨，中部以北及宜兰有机会下探到13到15度，其他地方的话也可能在17到18度之间。受东北季风影响，今日透早，标立龙街场出现11.6度的低温。气象署表示，这是入秋以来伫观测站看到上低温。另外，拜六透早有可能13到15度，因为有测台北市的测站未比14度较低，水认定无达到冷气团的标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